不能到最后应处应时机到了，就是说要把要全部融合起来。那你五教融合起来，何其简单！可是现在所知道的大乘法、小乘法，那我们在佛教里面的各居三法，他们所容纳的，还有很多不让人知的事情，就是说，他的比丘在社会上的这种包养过程里面，他们自己讲出来的话，他们就是说他们宗教的没落，这个是也是很可怕的。他们所写出来的诗呢，不是讲，是他们的解释。那这样也是他们的宗教没落。那宗教的没落，那也是代表台湾的没落。那台湾这里也有没落，还有天院、人院、动物院，这些院去冲天，以何者炸弹来看？所以人事物到后面能够把它整理清楚的话，才能够世界大同。